商量什么？要抗下情嘛。就是你开了飞行模式，所以它卡，真的有可能。没有，它卡我才开的飞行模式。你听有没有声音？现在它需要往你开一下不行。刚加点4个人一起排啊？哎，没有拿呀。我底下可不正他上次挑那一部分给我一个。大哥是在后面吗？等一下。从哪儿开始？就是没对，很累吗？你快点跳，你看这重新来。谁跳？我跳我忘了这个。我想跳一下快的那个。这学好了不？我不需要洗，他胆子跳，有洗，他讲洗。